高举起来双手，求你让心里的眼光照我们的属灵的子民，定义跟随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。主，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土地遭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。主，我们求你扬起你的脸光照我们。主，我们是你的子民，我们这一生也要定义来跟随你。主，祈求你继续看顾我们，看顾这块土地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